節風暴消息，氣象局已經懸掛8號風球接近3個鐘頭。我哋記者蕭永紅而家喺氣象局，交俾你講下颱風海鷗嘅最新移動情況。係啊，8號風球仍然懸掛。咁喺我身邊嘅係氣象局氣象監察中心主任梁永權先生。梁生，交俾你講下。好啊，本澳咧現時咧係仍然懸掛8號東南風球嘅，同埋紅色風暴潮警告咧係仍然生效嘅。由衛星雲圖可以睇到咧，颱風海鷗咧係同佢相關聯嘅雲帶咧，仍然係基本上係覆蓋住整個南海地區㗎。咁我哋睇到個強度咧，仍然係維持一定程度嘅水平㗎。喺移動個趨勢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喺4點鐘嘅時候咧，海鷗咧就係集結咗喺本澳嘅西南偏南，大概係330公里左右。咁咧以一個30公里嘅時速咧，就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大致吹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帶㗎。咁我哋預測咧，喺嚟緊呢1-2個鐘頭咧，就係海鷗最接近本澳嘅時間㗎啦。咁咧喺過去1小時嚟講咧，喺我哋嘅3條嘅大橋咧，錄得嘅最高風速咧都係時速80公里以上㗎。咁個陣風咧係高達110公里左右㗎。咁由於現時或者未來呢1-2個鐘頭咧，都係同海鷗嘅距離比較接近啦。咁我哋會預測咧，呢個風力咧係仍然會維持住一段時間嘅。咁所以8號東南風球咧，估計咧亦都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嘅。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呢個紅色風暴潮警告啦。雖然紅色風暴潮警告咧係仍然生效㗎，咁咧但係我哋預測咧呢個嗰個水位咧係會有一個逐漸回落嘅情況嘅。咁請低窪地區嘅市民留意啊。係，唔該晒梁生。咁市民亦都要留意氣象局嘅資訊。咁我哋亦都會為大家報道最新嘅風暴消息。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唔該晒。紅色風暴潮警告現正生效，內港一帶出現海水倒灌，有汽車死火，冇辦法離開。有市民話第一次見水浸得咁嚴重嘅情況。車輛喺街上面行走就好似陸上行舟。成條馬路望落去已經見唔到有陸地，只係得一片澤國。唔少市民都要涉水而行，顯得非常狼狽。連上巴士都要小心翼翼。有市民就話第一次遇到咁樣嘅情況。知唔知咁樣浸到咁樣啊？我就係唔知道我唔嚟啦。而家點算啊？怕唔怕驚死火啊？我部車夠高唔怕嘅。係咪第一次見到咁樣啫？係啊，好刺激啊！難逃一劫㗎，除咗呢一啲被水沖走嘅電單車之外，仲有唔少唔清楚路況駛入內港附近嘅汽車，唯一嘅做法就係推車離開。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亮。社工局嘅澳門同埋離島災民中心已經對外開放，俾有需要嘅人士入住。而直至凌晨3點23分，民防中心接獲16宗事故報告，包括水浸、樹木棚架、圍牆倒冧、簷篷同埋天秤搖搖欲墜等，當中有1個人受輕傷，需要送院治理。澳門國際機場發出新聞稿話，受颱風影響，多班航班需要取消。澳門航空凌晨2點鐘出發前往首爾嘅 NX826。同埋清晨7點10分前往北京嘅 NX006 需要取消。另外，朝早9點鐘捷星航空飛往峴港嘅航班編號係 BL681，亦都需要取消。機場呼籲乘客出發之前要同相關嘅航空公司聯繫，了解航班嘅最新情況。氣象局預料8號東南風球將會維持一段時間。我哋記者黃嘉琪呢，而家喺塔石廣場。嘉琪啊，交俾你講下出邊嘅情況。係啊，咁我而家就喺塔石廣場呢一度㗎。咁其實澳門風勢啦，仍然維持一定嘅強度㗎。咁其實有陣時都幾大添。而喺雨勢方面啦，周不時都會落起一陣嘅陣雨。但係其實澳門市面好多時都係維持有風冇雨嘅情況啦。
咁講翻，其實頭先凌晨嘅時候啦，我哋亦都喺澳門嘅市面唔同嘅地方兜過啦。咁其實澳門唔同地區、唔同地方亦都有大大小小嘅樹木倒塌，亦都需要出動消防員出動去處理㗎。咁一啲燈上邊嘅一啲盆栽啦，亦都會被工作人員放咗落地下，以免被風吹倒㗎。咁講翻內港海水倒灌方面嘅情況啦，咁頭先我哋都去睇過啦。咁其實海水倒灌嘅情況係仍然仲有㗎。咁治安警啦，亦都封閉咗由新馬路近內港嘅一段馬路，唔俾車由新馬路駛去內港㗎。咁我呢報道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唔該晒出邊嘅同事。海鷗呢逐步移向廣東西部，預料今日會喺廣東至海南一帶沿海登陸。中央氣象台啟動重大氣象災害颱風2級應急響應，並且發布第2高嘅颱風橙色預警。海鷗以時速約30公里嘅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強度將逐步增強。中央氣象台預料，海鷗今日中午前後喺廣東陽江到海南萬寧沿海一帶登陸，登陸時風力14至到15級，達到強颱風級別，並為廣東、廣西同埋海南沿海部分地區帶嚟暴雨。國家海洋預報台亦將海浪預警級別提升至最高嘅紅色，預料喺廣東西部同埋海南東部沿岸將會出現4至6米高巨浪。廣東省防總早前要求做好防風措施，所有漁船要回港避風。海南瓊州海峽全線已經喺星期一中午停航，海口市政府亦決定，除咗防風防災相關部門之外，全市今日停工停課。澳門電視台記者羅以恒報導。嘉樂庇大橋、友誼大橋、西環大橋上層橋面同埋蓮花大橋已經喺2點45分封閉，西環大橋下層行車通道已經喺2點15分開放，巴士服務已經喺2點15分暫停。現場有警員拉起封鎖線，封閉橋口亦都有警員喺度指揮交通，提醒駕駛者大橋已經封閉。另外，交通事務局呼籲駕駛者應該盡快將停泊喺負層停車場嘅車輛駛離現場，避免車輛停泊喺低窪嘅地區。並且呼籲的士業界切勿濫收車資同埋拒載，一經證實可以罰款1000蚊。公眾如果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88666363反映。4條跨海大橋已經封閉，而西環大橋下層已經開放俾車輛使用。我哋記者程建明而家喺西環大橋氹仔出口，阿明交俾你講下大橋而家嘅情況。係啊，咁喺啱啱嘅2點45分啦，4條跨海大橋，包括澳氹大橋、友誼大橋、西環大橋上層橋面同埋蓮花大橋啦，已經係因為颱風嘅關係已經關閉㗎啦。剩翻呢一度嘅西環大橋下層嘅行車隧道開放俾澳門同埋氹仔兩地嘅車主使用嘅啫。咁講翻啦，喺呢度嘅使用嘅車主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咁其實主要一見到係不時有啲的士啊，或者有啲私家車使用。咁講翻啦，氹仔市面嘅情況啦，大致上同澳門差唔多。咁好不時咧都見到一啲樹木啦，吹到差唔多係成棵係跌晒啊，同埋有啲係棚架啦，被吹到搖搖欲墜啦。咁另外有好多嘅路氹城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地盤嘅天秤啦，都被吹到被搖晃㗎。咁另外講翻啦，喺呢度嘅海邊啦，其實都不時見到有一啲大浪咁樣湧上嚟㗎。咁最高嗰陣時我哋都見到有啲成2層樓咁高㗎。我哋會為大家跟進至最新嘅颱風消息，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呢一節嘅風暴消息報導完畢，下一節嘅風暴消息會係5點鐘，再會。